各位朋友，坊間咧就有咁嘅愛情金句，話夫妻之間咧貧窮時咧考驗嘅係妻子，富裕嘅時候考驗嘅係丈夫，好似好有智慧同埋哲理，深解人性。咁但係其實呢句說話咧未經大腦就係一竹篙打一船人，仲要分別男女，充滿性別歧視。可見佢說話者咧，亦都思想混亂啦，其身不正啦，不能輕信。何謂貧富咧？佢哋係點樣得嚟嘅？現代經濟學同埋社會學都同意，一個人嘅貧富狀況同自己付出幾多努力嘅關係唔大。咁即係話，一個人係貧窮或者富裕，主要喺度睇該人嘅出身背景。出身越好，自然生活越富有；越窮就自然繼續窮落去，就係咁簡單。同個人幾聰明或者幾努力你都無關。咁所以一對夫婦咧，無論生活得幾富裕或者幾貧窮咧，其實同佢哋幾聰明或者幾努力咧，亦都無關。更不可能把努力嘅要求咧偏放喺妻子或者丈夫身上。或許咧，金句嘅意思咧就唔係話貧窮可以考驗嗰個妻子能夠付出幾多努力，而係考驗佢有幾多能力可以捱得住嗰份貧窮落去。咁但係如果係呢個意思，唔見得丈夫就唔使捱。尤其是根據傳統習俗，家庭咧以男人即係丈夫為一家之主。若果家貧，負責任嘅第一個受考驗嘅又點會係妻子而唔係丈夫呢？丈夫首先要攞出嚟嘅係不屈不撓嘅鬥志去改善生活，否則便會俾人譏笑為唔似一個男人。嗰份即係考驗同心理負擔，又豈是妻子要吞下嘅可比？妻子所需要做嘅傳統要求嘅係肯忍肯捱，不離不棄。就如古時推崇個女子，只要做足三從四德，已係賢妻良母啦。到咗現代講求男女平等嘅世界，仲話貧窮考驗妻子，富裕考驗丈夫，分明係仲用古代嘅眼光嚟睇把男女嘅能力同埋責任，吹噓個男主外女主內嘅老調。而且咧仲強調咧，男主外最危險嘅陷阱咧就係色，咁女主內咧最危險嘅係不安於貧，竟然咧有幾咁落後嘅未開化思想。如果男人生活最危險嘅陷阱係色，點解直至現代世界上大部分社會嘅通姦罪被定案處罰嘅都係女性而唔係男性呢？譬如最近台灣法院統計咧，每100名女性被控通姦嘅時候，有111名男性被控通姦，但係到最後嘅判決階段呢，則變為每罰100名通姦女性，僅81名通姦男性受罰。呢個係因為多數原配最後選擇只告小三，對通姦嘅丈夫則撤告所致，而控告妻子通姦嘅丈夫又每唔放過嗰奸夫，不論貧富。可見其實即使時至今日，社會對男女嘅心理仍然係脫離唔到傳統嘅偏見。丈夫出軌罪在小三，妻子出軌則罪在妻子。總之女人就係禍首，咁又點算公平呢？此外咧，通姦行為咧喺各國法律上嘅處置咧，亦都不盡相同。有啲國家咧，其實冇將通姦列入刑法，作為要處罰嘅事，僅視之為不道德行為。例如英國，有啲國家咧則在將啲
通姦刑事化之後呢，成日因為理由唔充分而撤罪，例如德國、南韓、日本、台灣嘅刑事部分。有啲國家呢，則只以通姦列為申請離婚之事由，而又有啲國家呢，即使仍然將通姦列為可處罰嘅行為，但係都設有一定限制，以防濫用，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奧地利、瑞士等。而從好多唔同國家呢，由古至今有咁多五花八門兼且矛盾嘅法律嚟處理愛情婚姻嘅糾紛離合呢，可見即使喺嚴謹嘅法律界裏邊呢，有一個共識呢，就係有關愛情婚姻嘅法律呢，一方面呢，必須能夠適用於當地社會嘅環境與文化，但係亦都要與時並進，唔能夠一本通書睇到老。咁另一方面呢，就亦都要照顧呢例外嘅少數，以免呢造成不公、歧視甚至排斥。從歷代各地處理愛情婚姻法律嘅經驗，可見現代社會其實已經明白，無論用乜嘢刑法，男女關係嘅悲歡離合、真誠或者背叛，都難以靠法律嚟調控。因為刑罰恐嚇嘅，唔見得便能夠維繫婚姻。譬如通姦刑事化喺好多地方已經有咗幾千年歷史嘅，但係呢個行為呢，卻從未真正減少過往論保證或者維繫配偶嘅忠誠。所以越嚟越多人呢，亦都已經開始提出相反意見啦，認為用刑法處罰婚外性行為屬於違反人權公約。況且國家嘅責任只係保障婚姻制度，不在於亦都冇辦法保障婚姻之圓滿。更極端嘅睇法甚至認為，通姦罪嘅存在根本係以刑罰恐嚇式嘅方式去維護婚姻，反而會佢鞏固咗人們對婚姻嘅不信任與恐懼。誤以為刑罰恐嚇式嘅手段呢，就可以維繫婚姻。然而事實上，呢啲手段從來未真正成功過，通姦罪案嘅數量從未有下降，說明刑法唔能夠真正達到其所宣稱嘅預防作用。其實呢，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同歐洲人權公約都着重啲人結婚成家，與其家庭同埋私生活不受國家侵犯嘅權利，完全冇提到國家有咩義務去立法嚟到維繫配偶嘅忠誠。可見呢，喺國際潮流中嘅普世人權價值呢，國家權力同埋法律對保障婚姻之內涵僅止於結婚與組織家庭等嘅制度條件，而婚姻家庭嘅經營呢，係屬於國家不得侵犯嘅隱私權範圍。咁係提出今次金句嘅人呢，卻竟然侵犯咗呢個範圍，有冇諗到過係咪已經越界咗呢？總之呢，就好夫妻就係一對好情人，永遠係二人一心嘅。無論喺咩環境，幾時邊個遇到考驗，都會係共同面對、共同應付嘅。唔會呢個係你嘅，咁係我嘅，咁荒謬無情。但係提出嗰金句嘅人，竟然能夠講出咁樣無知無稽嘅愛情廢話，喺愛情經營嘅知識同埋功夫上邊呢，真係要重新由 ABC 學起先至好。今日呢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